有民眾投訴講，看到南投的溪頭大飯店厝頂在慶餘宴，業者講是火燒咧，也唔業者講是因為飯店的火頂故障。南投的環保局嘛去稽查，發現講已經違反空污法，會罰業者至少10萬塊。在南投溪頭大自然的環境之下，看到烏煙一直對飯店的厝頂衝出來，民眾叫是火災，結果這是這間飯店咧排煙。因為觀光區，伊排煙總是較唔好啊，就是可能會想說污染空氣之類的。慶煙的畫面，讓民眾翕落來，民眾煩惱會污染到這搭的空氣，業者有出面來回釋的，解說講因為是飯店的火頂故障。南投環保局去稽考，發現業者確實有排烏煙，違反空氣污染法，會依法來處罰。我們今天才發現有冒黑煙的部分，那目前我們已經廠商在搶修當中，那鍋爐的部分明天就可以恢復，那造成困擾，在此跟大家致歉。初步了解是這個飯店有鍋爐因為有歹氣所以啟用這些備用的鍋爐來做運作。因為備用鍋爐較久無咧用所以有這積碳就是有污煙的情形發生，會處分這個10萬到300萬的罰款。南投溪頭因為生態資源豐富，空氣好，這2-3年來攏是全台灣森林遊樂區旅遊的冠軍，逐年攏超過200萬的觀光客，去年創下300多萬人次來溪頭行踏。業者講，即馬已經維修好勢啊，嘛公開對外回釋的。記者楊秀蘭報道。